但是 cancel 啊 producer 到嘅。这 YouTube 啊 shit YouTube 有 live， 等下我去放 Facebook 啊 ，Facebook 放 YouTube live 的 link。Facebook 本來學嘅 Facebook，Facebook.com/本來學嘅，他就出來。特別會看 live 哦，你要去 subscribe 本來學嘅，即係看到subscribe 去 YouTube 去 YouTube 吹本來學嘅。有了哈，包大頭，現在找一個包大頭。沒有，這不是 live 啊，是這個。佢去 YouTube 喂，一隨便咧學見，你 subscribe 咩對佢哋 Face Live 啊 ？OK， 來 start 啦。應該是這個。等陣風到了頭先。第一個 topic 是 Pocket 看到 Pocket 沒 ？Pocket。我寫到一個。Pocket 不是跑路 ，Pocket 是好像很。Pocket 是咩？你講咩 ？Pocket 是咩？你講。我 try to explain Pocket 唔肯講。Pocket，呢條字嚟係咩？因為Pocket 就係影嘅嘛 ，Pocket。Pocket 係咩字？廣東話我哋 Pocket 係叫咩？呢個係福建話，唔係廣東話。嗰啲細組好難，敗家仔敗家女 Pocket 是不是？唔是啦，唔是。什麼組織？唔是咩？唔要記得你時間講。時間講。實掉。你睇咗話不？我個 friend 係豆沙包。唔係大粒包啊！豆沙包。椰子味大包啊！大粒包。葉子味大包。大粒包，我哋變咗 Brisbane 大粒包嘅。我都到 Brisbane 啊！我到 Brisbane。哦。你變 Brisbane 大粒包。你知唔知？我朋友是在咧online 啊，唔是 online 咩？萬光是在 Brisbane 啫。你說萬光啊，都直嚟八。唔使。要接來啊，要 join 哦。有當時有 join every now and then。我係 friend 到 New Zealand 嘅報接來過下，我去吹下。Debbie 啊 ，Debbie， 我唔是 Brisbane 嘅大粒包啊，我到 compare 嘅伊朗我是第四粒嘅啊。你都是阿咪，係你小籠包。我是林布丹嘅。因為林布丹呢拎毛毛呀。毛。毛拎啊你。我吹未掉，我係 window 喎。哎呦，我係 window OK 停。哦，原來看來 OK， 我差唔多 start 啦 start 啦。Before you start 哈。They are coming after naturalized citizens. It's okay. Don't talk about that. Not during recording. 我 join 當節呢，就係我等陣我係結款嘅嚇。我 join，等陣我看我去個 train 嘅時候，我見等陣我嘲笑多些，特人看到我嘅。不要緊啊，那個老總啊。曉啦。你後頭我搞錯嘅事 ，maybe 我講一個嚟 join long ghost story。因為我 friend 他呢，隔了很真 excited 咧，隔了開 YouTube 嚟看啊。Hello。隔了到咩？沒有，因為他同一個時間要開幾個呢 ？Hello。
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對嚟本來學見嘅節目，即係大粒頭，呀，大粒頭，直接搞慘咯，大粒頭。哦，真係你冇聲，咁樣冇聲。Oh my god！你會咁樣做個 start 嘅，令我知道。我咪聽啊，等陣，我佢 start 佢。Rancangan tergentara。安妮。嗰隻叫咗大粒包啊，炒咗豆沙包都計歡喜了。嚇，歡喜我係困啊！都大粒包燒了。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嚟到等嚟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就最先要俾介紹咗啦。這個禮拜我哋話題就是破格，你可能咱講破格是係咩意思？咱嚟講就先，這個禮拜要介紹我嘅特別嘉賓，我介紹包呢，大粒細粒。我哋成日都先介紹老椒先，我特別尊敬我哋嘅老人，先老椒阿龍歡迎 ，Hello，有個有老椒我哋都歡迎 ，Hello，老椒個都八歡迎，有個有老嘅椒都最近冇對嚟普及碰爬歡迎 ，Hello，大家好，今日破嘅淡薄。了個有，出你嗰時先椒嚟咩嚇？冇留住 Kenzie。Helen 是裝下，哆來咪，哦，對，冇大家好，歡迎哆來咪都冇，我不想笑，應該係未進入去。我唔捌用小英嘅啊。哦，แล้วก็哆來咪แล้ว老椒本，แล้ว出你嗰時先椒嚟啊，出你個แล้ว個แล้ว是我看到成個就Putu Mayam先，Putu Mayam歡迎。Hello。Putu Mayam 都到底到了會當見到啲國考啊？我睇下大位 friend 講hot pot，我差唔多食了誒，對住啊。好不是咩？好不是食螺啊？食螺啦。我看下，哇，個糯米啊，咩湯？呢是buffet螺。哦，แล้ว係咪糯米湯係咩味素？我諗叫一個健性嘅，แล้ว一個是唔知係咪樣 spicy 係咪鬼啊？麻辣。唔是麻辣咧，伊唔是 China 嘅branch 嚟，伊是佢哋 Japanese style 嘅，所以伊 spicy 有淡薄甜甜可能啊。哦。collagen 咧，有 collagen 咧，加個小蘭條。啊，等，看到你寫咩寫？健身凍卡素加 spicy 味噌。哦，咁日本人嚟嘅了，凍卡素加味噌。對，日本嚟嘅了。你 OK 不對啊？是唔是不對啊？是唔是你除掉成日都介紹你佢朋友嘅了？對，我除掉了，我介紹似咁樣愛講大粒包，你看到變大粒，我變咗大粒包呀！我見包嘅係 injection 性。誒，你咪是嘅你 collagen 咯，同卡煮嘅湯矮包咪咯。誒，我俾你咧，不對嘛？你是按照除掉，變咗見你自己。我較早嘅時我有看到佢哋 tag 啊，會記我較早嘅時我個阿龍嘅，佢哋 tag 嘅 program 了。嗱，只 can 咯，都係你嘛，只 can 咯。或者我，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就第單我。冇插小路。After that 你就得咯。我 after that 時我到 Middle East 2年嘅時，我就有看到佢哋 forum for Penang podcast Penang 嘅物件，但係 during 咧我到 Middle East 我冇人 join 嘅樣，只係 blog 是 ban 嘅，我 join 唔到。哦，係你鬼估乜嘢啦？鬼估了，咧 after that recently 我到對嚟這邊嘅時咧，我就 try 看咯，咧就到 Facebook 除掉路咧嘛 at 咯。哦，แล้ว你幾時嘅介紹你嘅最難看嘅朋友咧？就係那個大粒包。他直接我諗唔少隻 live 嘅 podcast 我咪是 try join 咯，แล้ว我就豆沙包講有邊啲 podcast I might try I might join，แล้ว我一個 friend 都好到 New Zealand 嘅咯。哦 ，OK，แล้ว等日多嘅大粒包，你等於治療電推後，我可以看到後尾物件點當。啊，好笑！你對啲大粒包咪介紹大粒包？唔是大粒包，豆沙包。豆沙包。當然，老毛了。唔是話老毛，伊人老毛。
一人直接叫大粒包是。是啦，豆沙包。豆沙包歡迎，你到到咯？我到 Brisbane Australia 巴魯是11:35阿妹。啊，棒光唔是到 Brisbane 嘅啊？辦公室都這裡。棒光是我老朋友冇到整個，佢冇來，頂幾次是要來嘛？哦，OK。咁佢睡厝嘅係特別是要來。嚇，都哦 ，OK。你聽下睡厝特別哦。我聽一半，早我 on the way 去做工係到車聽。哦，你是不都買唔介紹你啦？對，不都買唔介紹我時，我講係呀，這是 nonsense 啊，my joy，咁我去 try 咯，去 try 我聽，我夠好聽，夠笑啊！nonsense 成個，你 OK，等我問問看，做咩事你想到是 nonsense？我只啊少聽。撲街落海，我落到咪追。Oh no！ OK， 撲街落去海小水。OK，你所以你只咩？你講你只招 online 啦。我只少聽 podcast 嘅，我係啱就聽啦，我係啱讀 IT，是 IT 嘅嘛，所以聽啲只 podcast。哦。啊，你我就講，哎呀，冇時間。你啱啱是邊個人？對，邊個人？啊。你我就講，哎呀，冇時間。我是 auditor 嘛。auditor 嗰個英文難聽啦哦。我 friend 是咧，光是 accountant 嚟咩？哦 ，accountant 啊。maybe 諗白你啊，要死啊！特別介紹啫。了 after that 嗬，我就講，我就 ignore 一個咯。等我講，哎呀 ignore 不都買用啦。不都買用一個啦。then after that 我坐巴士，我就淡薄線，看嗰啲人聽 earphone，聽物件，所以我不曉咯，嘛是對人來聽，咁嘛是聽落台。我感覺到哇，介笑呢，我就笑。你頭一個，你會記得頭一個 episode 是聽到幾話題哦？啊，是啊，都一個啊嚇。第一間 research 呢 before 你 ghost story 一個，你 stop 一半，然後你起一個 topic 嘅。ghost story stop 一半。嚇，你講 ghost story continue later。bonus 係 bonus story 嚇。唔是我唔是聽 ghost story 嘅，我是聽你有一個頭一個 part ghost story，after that 你 stop 者，你起一個 topic 嘅。你是聽 live 呀？冇啦，等我看者嚇，我 check 嘅。有個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朋友咧，另外一個朋友 New Zealand 嘅朋友。唔知啊，未困車過我冇。哦，但 Miss 嗰一個新招是最來 V 嘅名。New Zealand 嘅困啊！你是我是nasi lemak。nasi lemak，nasi lemak 來過，頂過節來過嚇。歡迎個對來 nasi lemak。嗨，了個新招咯，了喂，直接叫啊！我豆沙包，我係直接看是迄個聽是生肚啊、巴掌啊、迄個雲南嘅啊、個肚巴啊，唔知咩啦。嗱，即係個肚巴有啲嘛？個肚巴比ram li啊，比。Oi, mana thank you。咁個肚巴比ram li，歡迎，哇！真歡喜你個頭腦暑假掉，這邊嚟學見。抓掉啊！你豆沙包變大粒包去。你那咋辦啊？咋辦？正 Mariah Carey 嘅呢？哎呦，你到 Brisbane 久未？我到這邊4年啦，係嚟4年。哦，OK，我同你講，這幫光咧，伊是有聽邊嚟學見嘅，所以若是你講聽到，係啷自己 connect 一下。然後伊大邊伊冇伊見內見到啲合邊佢根本都攞差唔多大邊，伊頭是到啲，知唔知道 Brisbane 啊？等我想下，咩事啊？你說我只少人到 Brisbane 嘅喎。我知，伊到啲 Melbourne 嘅 originally，แล้ว是伊嘅公司派去 Brisbane，所以到啲 Brisbane 嚟多。你解講嗬，那是伊有 join 佢哋 Facebook Malaysians in Brisbane，你幾隨外名啦，你教我 connect。OK， 隨大粒包還是豆沙包？語言。OK， 來講，這輩子這根球啊，不怎麼用。大粒包。
真的直接叫我俾華為 nickname 大粒包了。OK，大粒包啦，反正 officially 變咗大粒。大粒豆沙包嘅，等大粒豆沙包，OK，佢哋名夠好聽，大粒豆沙包。然後佢是Putu Mayom，佢特是Putu Mayom。哇，Putu Mayom，俾個沙你得落去。我 friend yang 走去 shopping Cotton On。你是得落當緊吉隆坡啊？唔係新加坡。新加坡。啊。我攞翻嚟 shopping mall 叫做Jurong Point。Jurong Point 這邊有一隻食物件叫做 Malaysia Boleh。Malaysia Boleh 裏邊真一隻，個了是我人 Malaysia 嘅人嘅 hawker food。哦，Jurong Point 我知。Jurong Point 你知？在 Boleh 阿爹邊。哈，對，我有個人帶我阿邊。是講成日人愛食 Malaysia food 就是到這邊嘅咯。那邊只啦，我不，只番食嗬，被大漢嘅真貴哦。福建麵啊，福建每一碗啊，差唔多係$5-6你就往對邊嗰個使食幾碗啊$5-6夠半字啊，就係哦。嚇！這邊一碗福建麵愛10幾塊$20。我這邊愛食冇。特別有啊！有啊！一個朋友到底 Lawrence 差唔多這邊嘅話，差唔多40個分鐘咧。我是檳城嘅人嘛，所以當然就煮福建麵咯。哇，爽死啊都！然後伊個講你實，伊講嗱就話愛起嚟，講話就拍電話去 make sure 有啦，特別伊有 always 煮淡薄福建麵，好食哦！大粒頭啊 ，Lawrence 位 restaurant 嚟嚇，叫做 Jade Garden，煮福建麵。From Johor. 係咪 from Johor? My friend Penang. 檳城。我人是childhood嘅朋友嚟，我細行真係白個大。Because a group of Malaysians that Jipeng start to 開有咩 franchise. Yeah, but 咦，冇好食啊，Johor。Malaysian food 嚟。OK，你一當見啦，咪講啦，我接咧話題啊，接話題咪講破嘅。我頭時要寫破嘅，我寫破嘅，唔知啷寫看係冰壁破嘅。我只聽講寫下話人到底定規矩時候，每樣要做下咩話題時，講會講破嘅嘛。咁我寫起來咧是，我寫破嘅時，我講咦唔知人看你是。你那是要讀破嘅咧，你就是8%嚟明白啦。你那是看未曉讀嘅咧 pronunciation 你都唔知，還是表達單字你都唔知伊意思係咩咯。你我 try to explain 啊，陣會要解釋下我嘅啱聽。如果我講我講破嘅，我想 explain 啊。So OK，我講我 explanation，了路人講人嘅路人啊，實破嘅係唔係？我破嘅我挪行寬啊，我哪識掉破嘅。一個破格咧是成日講人家大聲，你係叫破格咯。你有時冇書本啊，冇要求，佢就叫破格呢。然後另外一個意思咧，就是成日亂開類啊，成日冇寫字，佢就直生咧就叫破格。有人講咧，是破格是生類嘛，唔是咩？破格生類是我第二個意思咯。你破格嘅話咧，佢咧唔是破格本咩？因為我破格嘅咯，意思係到底，安尼到底成日我可能特別出奇是講話多聲，你冇插冇書本冇意思，你很小小啦，就是破格本。破格啊！我係爸佢，我佢陣時係唔是啊？佢啲做派物件，阿婆都直接錯咯。你話爸佢啲講，你攞嚿破格啊！破格就是一嚿生咯，你就冇寫字冇改啦。係，安尼款啊！佢啲名我破嘅。哦，你這是多粒大沙包嘅話題啦，就是。破嘅火應該叫。破嘅，哇！計這名曬名當嘅。阿龍。OK， 破嘅咧，一個是食錯螺咯。嚇，錯螺對。第二個是食花生類咯。代表我哋講啦，啲韓國咧不破嘅嗰個拍腳，韓國嘅拍腳。破格咧就是真嘅跳樓嘅 discount，好 discount， 呢叫做破格，咁叫做破格，是講98% discount，佢就少咗18%嘅類型，呢就叫做破格。哦，OK，
ไอ้ตัวพ่อแก่ลูกพ่อแก่ตรงนี้ไอ้ตัวพ่อแก่เขาไม่เบติคอแล้วอันนี้那邊是 OK， 我講條意思對啦，我解釋好我人聽係對啦。然後個有一人講拉薩伊 podcast 係咩意思？到我哋都嚟冇好寬咯，冇好寬 podcast 嚇，實家是我 podcast 就是講我想我一笑是真正大聲，我 podcast 咯。at least 有 perasaan 咯，你咪聽佢，掉笑嘅話不是 podcast 咯。不是叫 podcast 啊。但係我笑多聲，不是 podcast 嚇，不對咪用笑多聲。我聽到淡薄歹勢，我去 MRT 我唔知係唱咗個。唔係叫人嘅攣，叫攣啊，人嘅攣。人 YouTube 你話咪出名咯？咧就人看到人翕錄嘅時就冰佢嘅講，變咗福建.com， 假拍廣告啫。定當時我講聽我去，等陣就人特別愛寫喎，小雜我就永久。是啦，你看佢拍廣告嘛？定當時我是去這裡 Queens Bay 叫咩啊 ？Starbucks 啊，我去 Queens Bay Starbucks 嘅時候，我在 Queens Bay Starbucks 是有隻。接起來面等等咧，有一個門玻璃門啊，出去外口睇住，所以門嘅邊啊有一個 Starbucks 嘅 sign 咧，像是掉到 Starbucks 嘅 sign。咁我企合併一下，我開門嘅時，伊個即個 sign 搖着的，你上面擼起來嘛是邋遢咯，冇見㗎啦。你今日邊個嚟看咧？我就邊個去我講，邊個福建.com。self-advertising。哎呀，我冇拍生這機會，其實唔睇 self-advertising。有陣時我嚇，是講可能，是當我攏好往一個擺一個 label，但當我出去broadcast 時，人看時睇嘅。有啊，等陣，我一個人做好啊，等陣我看我講下，落裝個有啊咧，你邊啲學嘅 Snapchat 有。哎呀，我唔知係幾多東西啊！意思我有一啲咧，成個人北京嘅 ticket 啊，成個你在 Starbucks drive-through 嘅 ticket 啊，你食過呀？我哋邊個嚟講？邊啲 podcast？ 嚇對，波唔對，較好你買個 T-shirt。邊啲我見到佢 T-shirt 就邊個看咧？是啦，按照買嘅 shirt，我人個了買。Penang Hokkien.com day。Penang Hokkien.com day 啊？你跟人請。對好，該搞條路。太搞你啊！等我看其實，冇 anniversary 時做 Penang Hokkien.com day 啊，你跟人請 Penang Hokkien.com 嘅 T-shirt。特別我冇 ship international。我冇 ship international 喎。特別 ship 啦。Penang Hokkien.com 的，我隨時你不要做隻 sale before Penang Hokkien.com 的是一個爭啊2個月你看，所以9個月，我是11個 anniversary 嘛，所以未必要俾9個月時。是我是同你在實咧講 discount， 我個人Penang人就真係冇俾啦，就等佢 discount 時間俾啦。OK。Penang人是出名鹹嘅嘛，咁你咪等 discount 嘅時間俾嘛，唔是？就是哦。我俾啊！嗱，看，好樣看。哇！看到，啷看到？看到咩？Penang Hokkien 嘅 T-shirt。我看到。免看啲 T-shirt， 看你 podcast 係你本看到啊啦。John。這叫啊？哆來咪。做嗬，你學見 gathering 是隔了穿紅衫換曬啊，穿上呢條衫，隔了人個背了嘛。對，新疆，OK， 新疆，你我新疆對嗎？所以我新疆老早隔了人要來要接，要趁接嘅人就要穿條 T-shirt， 你是大來。老早，你看，到底會笑嘅。John，我就是叫我普吉方法。普吉。冇啊，recording 嘅是啲邊啲嘅人
我 gather 啲嘅位啦，有啲啊講做 recording，假如上傳in.com。啊咩叫我聽唔到？你聽得到我講我冇？啊，當劍講過。我是講拜人 recording 嘅時，拜人嘅，是地會啲邊領有啲邊領嘅人，好啲啊個做 recording，有人哋就看嘛，哎呦，這班人教嘅破嘅啊，咩人嚟？邊領學見.com 邊個？誒，我有一個 location 嘅位啊，我係我順南做工到底下邊當劍，伊是成個人睡咧 communal office 嘅位啊。我未記叫咩嘢，個咩？我未個咩？未叫咩嘢？不知跟你講。我想要去嗰邊先正，想要去嗰邊做咯。然後那個世界了接妹咧，就被請到邊嚟學健身。未，這是你我係 T-shirt in Japan 啦，過一了就了啊，被 clear 嘢。特別那是要內 design 咯，所以那是講你俾嚟講俾內 design。limited 我較叫4條啊，但係 design 我有5條。啲邊領嚟講是人做咩做嘛咯？嚇？哦，邊領 safety 嘅位，會買出嚟邊領學嘅啲衫，嚟就跟過嚟咩然後你嚟講係咪 size？那是你到哪裡開始？有8三啦，未生。邊啲學嘅衫就會成日邊啲學嘅未生嘅經驗啊，所以未使對伊成日邊啲學嘅咧，冇成日邊啲嘅8三啦，咪嚟擺出來。所以意思講冇 fitting room 咩？冇 fitting room 咩？你嚟講你 size。特別有 sample 嘛，有 sample 嘅 size 你看到多條，所以你到底有咧先至是只股部隊嚟聽咧，然後若是講你要買邊啲學嘅 T-shirt 咧，你使去邊啲學嘅 .com 嘅網頁有本攤買了，你使 after 你學累嘢時 transfer 你累嘢時，你使去邊啲擺去 pick up。若是你背報應嚟講，買去 pick up 嚟講，你會使學 shipping 啊，我未記 shipping 佢類啊，唔講就係你啦。然後樣ship 好咯，然後若是講你多啲邊啲，你自己要親身去嚟講，個應咯，你就去邊啲擺位，伊是幾點後就去10點個6點，定到我係2點嘅話 website。因為 extend 你 hour 啦咩？10點啊2點啊？好啦，你講到尾部講成甩股，人就撚唔見啊！係啦，咁啊，部嗰隻人嚟10點落有人嚟，話我咪變學路咯。我當然就希望講而家早小條要回本。係啦，我做嚟浪啦，實做嚟浪啊，當 game。禮拜有開。有特節目開。特別冇開咩？呢時我哋大陸。ski。喲，你唔知 ski 啊？我就係 ski 大陸。ski 裏邊咯。阿龍嚟解釋。4樓，你見梅樓就仔啦，ski 裏邊。4樓。OK，使。一少就啲 gym 咪樓頂啊 ？gym 琴日估啊，咯 gym。但你啊，我忘笑。哦。gym 走路嗎？哦，唔知。啊，喂，gym 咗走啊，你自 equipment 喺度等。你這裡 absolute fitness 呀？equipment 綁掉啊，唔知係咪 fitness 啊？係咪 fitness 啊？龍。Larry fitness。入試咁正嘅嘛？嚇。我嘅 fitness。我搞人講學，我唔知是看到 UFO 冇。嚇，得咯。等陣我看，我係開 video 喎。OK，我隻啲。得 drone 嚟啦 drone。drone 啊。OK。UFO。直接講未阿龍？我俾佢背記點係咪？哦，你俾佢啊？你快。我佢背記點係咯，我佢背記得嗰隻 online。哦，OK。我等佢成接班佢背記得啦，拜。拜。Bye。at least itu mikir joy ka be kun ki. Itu joy si kun. 頂住禮拜是，到頂佢只是講網絡唔講水處，我咪講，伊講我當困者後，我係諗佢嚟諗我架車嚟講，我齋是困未車咧。對，叫架伊我拍電腦可以啊，諗等佢啦未車㗎啦。我 send 啲 group chat 下搞，攞粒攰攰。
我有看到，but drum 嚟講應該別安尼關喎。哦，no。我冇講看到一句 message，佢都擺 message 啦。佢都擺我冇看到你 message。咁啱咩？我 restart。邊啊？一句 restart 這種。誒，嚟咱講到啲咧話題，接咧話題。花嘅。花嘅，嚟。有冇講掉你看你咯？你感覺，你按自己，你感覺自己按照花嘅，你是看到那花嘅是多少三咗？Hello， 1、2、3、4、5、6。自己花，你看自己花啊？等陣我哆來咪啊，哆來咪講。我當時打波先啊。Ketupat lah. Oh. Ketupat aja nyau masih ketupat loh. Ok, do re mi kia. Do re mi kia sẽ theo. Cháu lari. Do re mi bị sai mẹ lắng của band podcast nhà đấy, bị control ấy. Oh. 我真正嚟講我聽，安怎會聲啫？物件。講話你看咯，會互人起哄，你哋 podcast 聲互人起哄，所以我逐擺 remind 我家己袂使 podcast 聲 ，remind 我袂使 podcast 聲。我細下嘅時，我爸直直罵我人 podcast 聲，然後我人 wastage 啊，了物件，你物件食袂了啊，物件嘅自己食袂了，拍算物件愛個罵我人 podcast 聲嚕啊哈，對。你所以自己掠到自己啦，有時 podcast 係咪物件？我自己 podcast 就是我笑咯，我笑是只 podcast 咯。我罵人個是個啦，我搞到 high five，我都喜歡看。不是，就是不都買用看到你啊？你等下後邊笑，特人咁樣看到我都。我咪你放到啲 speaker 呀？因為我係 hands free 拍嘢，我特別踩，特別聽到呢聲啊。你 hands free 拍戲，但係就是放到我等於到底放到個人聽。因為這禮拜破嘅嘛，應該是係聽到呢聲，我 voice speaker 未用。新加坡朋友嚟歡迎嚟這邊聽，就係講你有聽福建話咧，我就是本來嘅福建話，特別攞到啲新加坡嗰邊梗係聽到本來福建會曉聽明白福建話啦。但是講聽到這邊咧，就看查某咧，小查某到啲推車裏面咧，伊等於聽到本來福建.com，但是講你未介紹，未知下面是本來福建.com，佢話係網頁，吹開。我找出來的話，係咪成時找落去？本來福建.com 啊，我係新加坡人，本來福建.com。係，聽住時我講聽，我舊位罵係啊，我係爸母嚟美國攞佢啫嘛。然後我舊位罵，舊位爸我貼隻嘅另外隻，我就接俾我處理。啊，隻嘅另外隻一好，我就每日罵啊，拉夾咩。然後呢度我罵夾啲其實，我嗰度定夾我個見面嘅事，要自己就幫我講，誒 ，Are you Malaysian 啊？然後伊是多數開人我個來，伊講要聽，所以聽到我 podcast 啫。我之後佢講啊，我邊啲學緊.com 就佢講。唔是叫人家啦，當然叫人家食。叫人家食個就食叫人家，我去食叫人家食，我都唔食叫人家大粒頭。I know， 我想講係你。現在應該是無需對。了 ，OK， 便利學見.com 各位新加坡開車聽眾。佢哋嘛啲聽到呢邊咧學緊 podcast 啊。會使你 connect 我對電話機啲嘅報告 system 就係使哦。好，呢個坐上今日我嘅報告，新加坡這開車嘅人，係咪去便利學見.com？一波嘅嘢係咪最笑嘅？我等陣最識嘅 half a broadcast 使用。啊！我諗講臭話，當然講臭話。看到人店面嘅都會講臭話了，冇拉卡。我等陣我個嘴到呢，我搞錯我個最後，如果試嘢就我搞錯。是咁。誒，唔係多粒豆沙包啊！你本來帶咩？
我邋遢，真正邋遢咯。哦，嚟咱講，誒，不只咱講邋遢話，第一次你叫嚟講，當今冇咩人看，冇咩人邋遢了。我話邋遢，係你冇邋遢，誒，不只咱講邋遢。我寫起來，一定要我捌講過嘅邋遢，是講我佢會寫起來。我邋遢食長嘅，你知哦，隔了有誒。嚟你講咩？我隔了。誒，做你有邋遢，你其實邋遢。我邋遢佢變嘅咧。你其實係邋遢。哇！意思啊？你人講你邋遢。啊？叮當，嘛哆來咪嚇，你冇嘢咩？阿 John 特特都問係咪邋遢只隻啊嘛？嚇！你白刀面見到撲擊白刀啊！我邋遢是咪？我只對出鏡嘅時候，我好像殺出來，我就邋遢講出來。我當時是講我笑物件，我當時是講撲擊㗎啦，我上面咯，我冇特對。佢就是我是撲擊，多謝。Okay,我 join second half 嘅 broadcast， 我開始嘅時候我 join。Okay，不對嘛，你係 second half 嘅啊，我係去困嘅咋。我走啦。到十哦，不邋遢咧，到第個靠邋遢啦，咪講到拍嘅咯。係是咯。我到啲邊邋遢冇咩吵啦，冇咩人有聽嘛。冇未曉嘛嚇。有我到啲特別我對馬來西亞我冇關係啊，我直頭冇。我最就comment嘅嘛，邋遢。是。有咩？哈，阿邊我 family 嘅，如果唔知我是 over 外媽，如果外媽有嘢嘛。是我唔想 over。然後唔是嚇。แล้ว外媽點解就真係邋遢嘅？阿波當波就邋遢，當波就邋遢。你唔係邋遢咩啊？看咯有時是咪是臭臭啊咯？嚇！你講下面咧 ，enjoy of 臭話係咩？係講咩？阿咩啊？啥咩？冇啦，但係講冇人臭，咪咪是係㗎。阿你買隻多，กระชอมาสิอุสิselalu ada kata poki si mak poki 哎呦mak poki ฮะ mak บ่mak poki อ๋อแล้วรู้ชูหลังก็จุจิลาตาก็นี่มาลาตาว่าหมาบ่ล่ะแต่ว่าหมาไม่สิหยอนเนี่ยว่าหมาสิหยอนเนี่ย你媽是你爸病啊？對ค่ะ哦，แล้ว你哥啊，你接你把你厝人咧？ไม่ก็ I don't know ว่าตัวเดียวค่ะ我們是對調啊，唔知咩事。I think 啊，啷個 gene 啊，個 susceptible。我定當時個考我媽嘅，特別我去到除我媽嘅時，我叫佢嘅房，我伊個房間嘅時，我講阿媽。你就得我走去阿妹，我叫阿媽啊，當佢隻阿妹到時我叫啲房間時，我踢掉頭殼啦，拔刀落去人哋嘅啊，呢度邋遢，我媽媽當每隻凳，啊不啦，即係得個啦，即係我就等，要咩都冇。破嘅有少驚，我媽真係數本咧，因為伊真係諗嘛，真係冇咩人咁樣，就擺悄，好咧，特別伊邋遢只等，就喺度吵我㗎啦，邋遢。哎呀，我到啲個都八嘅房間位後，佢看到我個見到啲伊驚，佢看到我驚，有 reflection， so pocket 你邋遢，你到底到底我對哪你這個大粒大沙包？大沙包，我其實我嗰陣做工到一個 audit 嘅 firm， 然後伊個頭家所嘅 sister 嗬，上個你講可能你去下伊然後一直去一擺淋巴巴到㗎了，就我就去講伊冇巴到啊掉嘅啦，未巴到，咁伊特到去下伊嗬，伊就是冇邋遢啦，咱做啦，你就甲你講啊咯，咱就是參與 about 改做 about 3個月安尼，可能我就知啦，影響到。特別唔是 ，maybe 本唔是 original， 但係 maybe 本是參朋友啊，你講啊，有別人有啊，有啲人啊，唔知邊啲人啊是，你有樣嘢整啊，你參到嘅朋友有邋遢，因為我這朋友唔是
冇樣嘢清曉，特別是冇參到樣嘢嘅朋友，因為唔知係咩意思是邋遢就。冇變靚人滿就，變靚人滿就。哦，我淡薄參啊，淡薄參啊，唔知啦。福建 Cantonese 參加了。哆來咪咧，哆來咪你有知邋遢係咩意思？我唔知，我唔知。啊，小小哦，邋遢形容詞，嗰是福建話嚟。換那邋遢是換那話。LATA 啊。LATH。Melata 咯 ，MELA。tapi melata 只只意思，但是個無上加人講去邋遢嘅意思。有本啊，你去看那個邋遢只長本嘅。等我 Google Melata。等姐，我問 Google 了。Melata。Southeast Asia. Abnormal behaviors result from a person experiencing a sudden shock. 你 search into 邋遢看啥物 India 啊？啊，咩是印度嘅邋遢無相嘅？印度嘅邋遢是人嘅名。哦，我係講分名邋遢。獨立唔是獨立頭，係獨立頭你知係咩事邋遢呢？啊，獨立頭你細聲。冇咩 familiar。哦，你真正細聲哦，你聲。冇咩 familiar。哦，冇咩 familiar，但係哦。我知。阿 John 聽嘢啊？冇得邋遢。阿 John 聽嘢啊？阿 John。哦，呢個係就太出啦。呢個小影就。但係我妹嗬，你係 internet pasal malam betul naik嗬。I think what computer pasal malam computer pasal malam 只股啊 computer 過嚟呢啊，當住俾電後啊俾線呢，線 MacBook Pro 爆出啦，3,000就夠啊，3,000就夠啊，啲劍。安尼貴咩？佢至少看到15.9呢。15.9而家全部15諗掉咯，到時。始終開始，15.9用嘅係爆炸。15.9用嘅 PS 跳㗎啦。15.9用嘅普及澎湃。嗰時爆炸啫，而家就普及澎湃啊！個都八你看，只看你看到，哎呀，別人別看到我嘢啊！阿仔啊，啊，咦，真正暑假嚟這邊坐，我未看到我嘅機器喎，奇怪哦。你上個啲 winter 啊，啦穿咗係你 winter 嚟骨啊，你看。好啦，係啊，OK 啊，邋遢我俾每次坐住在邋遢上面都白人，佢都白仔啊，佢都白。邋遢，邋遢是病嚟嘅 actually。syndrome 啊，我聽人講，特別以前嗰時啦咩啊？snoring 啊，你講啊，對。伊是傳咧，is contagious 嘅。你咪 start 你 start 咧，伊就來咧。我頂到有時就咪我是淨係好笑啦，我對嘅時候，對人講啦，笑啥做老轉咧，唔是只邋遢就咧，變做一關係喺度掉去。那伊是 habit 嚇 bad habit 咧。habit 啊。แล้ว是講讀 I get 自己近講，唔知係 get 未 get 唔知。我咧 I think 嘅係啦，即係啦，唔用啦，係啦。只破嘅。你到底就要掂佢咧真心嘅，其實真心啊係 get 啦，咩嘢啊？就是 get 你邋遢。冇啦，你俾邋遢嚟講下，你俾 get 邋遢嚟講，你特之可能喊入時就唔正。嚇把戲啦嚇。我係是我係澳門喊我嘅特別，伊成啊，伊整啲事梅話一打事梅話，你係咪Christmas 冇？你梅話你俾係咪話 Christmas present？แล้วไอ้จะมวยว่าเนี่ยปุ๊หาว่าเจ๋อว้าลูกชาวกะกะหาว่า我講出來我想到我是講出來嘅
咱若是講，把那阿毛朋友聽到我邋遢咧，樣到哈呀，你是成個你講完翻咯。แล้วอุเลลังอ่ะอุเลเป็นเองลังมันเลย try to explain กับบอกว่าลาตาเนี่ยทำไมลาตาไม่ทักเลยจะอุลังว่าราซาติงต้า maybe 因為我馬是อย่างนี้說話ว่าราซา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นแล้วจะ兩度已經知係ลาตา係咩意思啊所以我ไม่ explain 你啫阿毛狗嘛是有ลาตา阿毛狗有ลาตา冇咩你 OK 我講阿毛哈你看迄就是 Notting Hill 冇迄個 Julia Roberts 同 Hugh Grant 啊Grant 伊唔是擺咧禮拜過了，伊講 Oopsie Daisy 嘅面咧，伊嚟打咧。係啦，特別我唔知講樣，用一個當時咪叫咩未記，我聽過。一個 Tourette's 啦，是 Tourette's。我啦 Tourette's 是 Tourette's 是冇事啊。那是病啊。Tourette's 就是伊 tics。嗯。誒，我 pocket 講個邋遢戲。邋遢咪 pocket 咯。是咩？嘅事啦。你到底 publicly 講？我看佢布拉迪古當劍拍佢擺布拉嘅事啊。佢家布拉戲啊。冇啦，佢家就可以當劍。冇 pocket 咪是pocket 咪是邋遢咪是 pocket 到底 publicly 到底成日。啊，我講聽一個，喂，這朋友是哪裡啊？伊到rasa sayang 與超客嘅度 ，rasa sayang，只古是 rasa sayang 是 Cashmere 邊嘅，伊到底超不 Holiday Inn，了伊超客伊超客到底你伊個 lounge 超客，了伊到。佢 ready 到啲咩位啊？伊個 drummer 嘅 drumstick 加撈落去，到頂伊落歌，不得棒棒就啊破機嘛！我就知道到啲 microphone。我真係冷笑嘢。哇！超級好對，你啊我冇看到啦。伊講話我較歹勢，伊講我較歹勢啊，就走去啊。到啲 microphone 位啊，你我會請來啊！啊，會請來，會請唔在普吉上，啊，唔是在喇達上面哦。你在普吉上面，會請你在喇達上面。普吉是你見的啊？普吉是。我困了。你困啊？你咪叫哦，你咪講了個困啊？哦，你咪在做工。係咯，咪在做工。ไม่จ้าคุณน่ะแกใจกับคุณรู้ป่ะที่กี่สิบ做八代咪講即係冇讀到嘅，冇讀到伊佢早我改做，我讀我 master 時了，我冇做工我改做嘛，了我睇到工咧時候，你 continue 啊 ，continue 咯，做 song 咯 ，weekend 啊 ，few hours 啊，做 song Malaysian 嘅 food store food truck 啊。哦，你講八代嘅時候，會叫你做八代咩事啊？叫阿妹做。嘛真係，你開了邊，佢開了你 podcast 嗬。對，到底 food truck 嘅啊，在報告上，你唔知嘛？別人都比較聽，跟他本來個人家有聽的嘛。OK 啦，你人 enjoy 下。佢這個到底嚟啊？佢接得嚟再問啊。拜拜。拜拜。鋪機嘛，我嗨吧，沒答應吧，難叫。แล้วก็OK，回車你知係咩事？爸爸，你講哦，你是做你唔知係咩事邋遢啦，丟聽邊嚟學緊？嚇，哦，interesting 啊！對或者唔係我都話，我哋諗成個 second nature 呢啊，邋遢咯，我哋這人唔知嗬。OK，來講到啲 pocket，你人感覺你自己 pocket 咪嘅是蝦米？就我知我自己啊，我自己是一嚿超超一大聲 pocket 哦。我 pocket 我怕生物件嚇，我想話 pocket。開車你開車？哇！你有 pocket 啊？你在 pocket 意思係咩啊 ？pocket 意思 ？pocket 咪是。boy，多聲冇你爽。錯咯咧。錯咯。然後你寫啲嘢會寫啲嚟住。
按照我 YouTube 嘅 subscriber 個小時上920個 Kenya 嘅無起個啊。係我係 look OK 嘛，last month 是911嘅。啊是咩？係冇啦，較懸啦。較懸咩？較懸佢交幾個啊？冇啦，冇夠一幾。哦。嗱，但係你人若是到啲 YouTube 看人咧，你都 subscribe 一到禮拜出新嘅，到禮拜出新嘅節目嘅時候，攏對一對家己主動去你嘅 account 咧就看邊啲學件事節目。因為我人個有，我若是現場我做現場嘅時候就當佢們開始，因為會甲你講，若是你訂你就證。但係你正嘅，就同你講。OK， 嚟，แล้ว破嘅嗰陣會破嘅，咁我嗰邊隨就冇人咗破嘅。嗱，咁每係你每nasi lemak，nasi lemak，破嘅，你有破嘅啊？笑，然後笑點大聲，來笑吧。你講笑啦，我咪笑，我把你未笑啦。你笑是你笑本？你是破嘅咩？破嘅啫，你個是破嘅。我family 啊，我會笑啊，真大聲，特咪和我媽罵我破嘅。我講人破嘅是，人唔知係咪是破嘅喎。哦，你是OK，你是係咪人啊？你講你是到啲Seremban冇？唔是安順，到落雲丹。不過福建人啊。哦，特別你講定住你嘅主要你 boyfriend 還是你翁啊？冇 boyfriend。嚇冇 boyfriend 呀！有人有機會。見講啊！誒清就聲啊！你把你電話機變啊，快點我笑啊！要聽嘛，要聽。你不要聽，我講你講意思講湖人啊，係啊，是咯，是講湖人。Anson，OK，anyway，แล้ว這就是 podcast。แล้ว你講 podcast 有人唔知冇明白 podcast 係咩意思？是咯是咯。特別你明白啦。我明白，因為我和我嘅媽罵我 podcast 嘛，罵到我會曉。因為有可能這是較老人個用，所以咱當今特別開始用 podcast，就咱出去看到做人 podcast 特別解講。我真係朋友本是笑真大聲，啲 public 本笑個真大聲。成個人講那是你無 podcast 真正有笑咧，成個日本啊就話，別啦，迄個太 pretentious 啊。嚇，當時我是 podcast， 我是被大漢嚟被 control 就出來啊。Tapi成個 boss 啊，本被笑個真大聲嘛，愛subun。哦，你做咩講嘅？即係咩subun？我是讀我有 supervisor， 我是讀postgraduate。哦，了等陣我咪啲即係哆來咪咧，哆來咪你 podcast 係咩物件？幾時 podcast？我頭先講咩人個 podcast 啊？啊，對。咩人？特別你啦，笑應該是未啦，應該是未，冇人。哦，是呢個劍仔，冇人講。特別咩人啊？咩人個講 podcast。哦，你幾日掉落就幾條落門聽得到啊？啊，會使香港咯。食物件為人食物件嘛，食 podcast。食物件集嘅聲。哦，แล้วเบหู啊。哦，那是我笑到知啊咧。哦，哈，對，成個人去食多時就看到你破嘅人啊。我笑。你是破笑啊？我話講啦 podcast 嗬，是唔是 high pitch 哦？講話咁叫唔是 podcast 嗬？冇啦，係咪 high pitch？噪音響你是講啥 ？high pitch 啊，有關啊。伊唔只是 high pitch，特別伊 high pitch 啊，伊下路起行，你聽到你成日拔嘢。即係 gram 嘅聽。係拔係連呢種嘅。哦。podcast 唔是嗰時 high pitch， 特別 high pitch 有可能是好你感覺就 podcast 咯。啊，對。啲波聲啦，個音個管啊，嗬，聽啦。只尖啦。哦，只聽乜叫白啊？睇下。有咯一邊好講。別好講嘅喎，特別喲 ，my goodness，像 Mariah Carey 嘅嘛。
Meriam kari à, meriam kari. 破格咱讲破格到底唔是成个讲话只物件，咱的破格是成个生的破格是呢？long 破格咩物件？破格子啊，破格子啊！唔得是人都讲叫物件，伊叫姐姐，嚇了解你是破格，贊成。破格係對，我哋有陣時破格，你喺哪路？普吉碰爬。冇。嗯。即係物件咧講吼，對我可能誒等等，是叫破。等陣啲聲嗰隻 cut in and out 啫。迄個就是嗰邊人講好話誒，即係係 mute 掉啦，我叫你講。我嚟，我硬。哦，你硬講話，特別我想你看電視機。你介意俾我講話？哦，你介拼過，你介破殼當佢破嘅，講得破嘅。未使，未使，一間未使，白雞嚟啊，硬未使。一間硬得俾做較舒服。改薄路數，迄個改薄路數伊嚇。哦，數得咯。阿莫等啊，數又莫得啊。又見你雙鬼數咧。哦。係你有破嘅哦。個亂咗數。你冇破嘅。佢真嘅之後就破嘅。係啦。即刻流汗。即刻攰嘴摸嘅你好。OK， 即刻你快過。其實真到你邊度超氣？咪就佢成日講，即刻攰嘴摸。我可能有時候一隻包白狗。咪掉起來是一冇掉嘅一嘅位嘅了。哇！嘅結成就攞去打嘢，你阿莫丹嘅結成就跳咗，依家咧搞掉你忙。所以讓白呢白嘅啊，讓其他嘅咧踢可以清氣。誒，我乜白嘅3年，俾個個特別黑市我冇，黑市我沒有。冇知啊冇，我叫你硬啊，喺過喺清氣嘅啦係。冇知個嘛是，不，你我畢業個是，上年我個仔我個仔白啊，美國一時叫死係見啦。即係講緊破嘅啊！即係講緊破嘅。你那時做的回家球跟他呢，那邊是死的。所以馬路客人是甲人講，哦，你到中學時，你對健健白細細下嘅健白嘛。對，我見到成日原來是因為大漢較會水嘛，你就有一個原因咩？對，即大概未掉毛。Oh my god！ 啊！加班就咁講。你講緊節目夜企嘅。係咧，嗱講緊節目，講夜企哦。OK，你白行物件破嘅，你破嘅發生嘅。破嘅，成個破嘅甲水小是像啊。無像。冇像。超秋千冇像。超秋千。最小啥是水嘅嘛？超秋千你是講成個人頭人硬。回手啊，一弄啲做破物件啦，你啲咩？哦，會使講破嘅，本來係就錯咯。但我冇點樣叫嘅喎。超秋千是成個講就輪轉嘅意思啊。啊，破回手。哈，係你叫。白卡。啊，白卡冇睇。啊，白卡，白卡，特別白卡底個白卡冇相啊，白卡底是。白卡底講咩？想去取隻物件，佢教覺得無虧。啊，對，白卡底係啲事咯，就水啦。
bringing bad luck 啦。對。破格是成個講你知嗎？佢都白。冇，我真係破格啊！這邊啊，我覺得話我係kampung位啦，嗬。yang kolang yung peka general gitu. Oh, busang-busang lang kong yung mikir isu. Kong wa sang ka high pitch ha lang apply li musik. Kong wa isi ka pocket ni. Pocket ni是錯啦，係數咯，是。錯啦，呢個另外即是舊生。舊生不是叫 pocket 咯。但成個都白你這裡波波人啊，即係這白嘢啊，咪是只 pocket 咯。有咯。OK。波人。我努力咗字啊！嚇咩嘅？阿翠算破嘅哦。冇講破，你唔算破嘅。我是吹水。嚇，吹水唔算破嘅。有時講你講嘅時講就大聲就噴破。你是我阿吹。OK。แล้ว所以成個破嘅成個講你有啲人係有買一項物件，一個被搞真係冇用啦，係啦斷掉破嘅。嚇？咩嘅？你係咩？你係 Google？ 你係 robot 嚟 ？robot， 哎呦，我馬地教用 robot 咧，定嚟挪佢節啊！要用。Oh, boy, what are you doing, boy? What are you doing? Ow, boy, you're scratching, daddy. Ow. 6 a.m. 攞嚟包下。Okay, come on. 係咩嘅？我買下用佢哋去啊！我係 speaker smart speaker。伊特別每位 speaker 啊 ，weather 安怎啊，幾多啊，係咪？伊知個了。Hello，你講。你是怎麼播啊？我是怎麼播嚇？歡迎。Hello，話你是講掉 pocket 個嗬？嚇，你 pocket 咯？我知。邊個鏡自己接 pocket 啊？係啦，大聲，不是叫 pocket 咩？對。講話大聲啊！我想亂啊啦。OK，in that sense 啊 ，OK 咯 ，pocket 咯。來卡住嚟成個好似講卡住嚟，變嚟學嘅人唔是 pocket。Ouch! Boy, don't be pocket。講唔掂。嗱，應有話 pocket 啦。Ow! It scratch 我冇清sleep。Pocket pussy。沒有 pocket 有咯。呢邊咧，你幾聲？拍聲嗰時叫 pocket 是唔是？對。你有破嘅物件拍生嘅破嘅？唔知咧。你破嘅係咪平常時物件破嘅上面？你講話破嘅是笑？我笑啦，只大聲。嚇！了個，但是買物件。哦，嚟講啫，但是啦，我 try to control 啊嘛。你想做到自己啊？晒 service 啊，嗰時 salon 嘅 package 上面啊，但是啊。晒一嗬，未技巧咗。因為你人啊，無解啊嗬，就伊唔是無解啦，伊無 remind 我。到我上去嘅時候，我去 book 咯，冇伊無 expire date 咧，伊講伊嗰時咩講無 expire date 嘛，我冇去咯嗬，唔俾就係了你嘛。我去嘅時甲我講，即係 expire 了，無要緊啊，我好你用啊，了你存嘅本去，我講還沒本去，你賣我嘅時唔是講一句話咧。呢個解邊一點佢？嚇！因為伊當年嘅是抨擊啊！我隨 email 去講，我講嗱，即叫人都唔再 resign 一輩，我都冇看到伊咯。叫 pocket 你要赤落。赤落。誒，住嚟，這件事住嚟啊！過來唄是。過來唄。過來唄是裝啊，Linda。pocket ball。你個字，亂叫人仆街。Linda 你是裝，過來唄 ，hello。Linda 愛出聲啊，冇人叫你仆街步咧，又叫你出聲啊。啊，真係掉咗。Hello。你自己話聲跟住嚟。Hello，聽電話我。聽電話。哈。人聲你數本嘅仆街步。我冷意嘛，冷意講話嘛。你是新疆嚇？新疆。哦，新疆有名咧，有畫面咧，仆街步。
Pocket。你到當 game？我到 KLPJ。哦，你安怎吹到邊啲學嘅呢？啊，係你阿龍咯。哦，阿龍介紹你啊？唔是我看到嘢，係你 video。哦，哇，阿龍。阿龍介出名啊，當叫阿龍啊。阿龍是代言人呀嘛咯。啊，我特別係咁聲。但面成你真係咁聲咪是，成講你學到9%就可能，但是咁我可以10%啊，但面是一笪佢就特別學興玩類。佢哋學嘅是本成理，我係10%啊，我一條興玩類，特佢知。啲都興得嘛？掉咗興字咯。你講破嘅啊，咁那是用啲查某嘅辛苦了，嗰是哦，大波咪大波本是叫破嘅，但係較少咧，阿 John 較少人叫大波破嘅。阿 John 講你嘅聲破嘅嘛，超係啦，我喺超聲咪就破嘅咯，安都冇破嘅，是講未必人嘅亞洲嘅國家嗰時佢sexism部講查某破嘅，其實大波本是要破嘅。大波人是講後面就是 sexist 啫，大波講話大聲是有 confident， 大波講話大聲是破嘅。特別我用破嘅是用啲係你拍水物件啦。嚇，咁滯啦，成個路邊你 SPA 白嘅出冇用㗎啦。你記起。我小看，我特別小看，特有特人。但是啊，伊講嘅是啊，你想我話正印度伊來用啊，買，你輸曬咯嗬，你買啊嗬。你行累㗎了，咪點啊？你人家學嘅，做咩事？我係累人哋招佢，應該太翻嚟數。破嘅人特人日開累應該是有攞個機破嘅有嘢。淡薄就冇叫破嘅咧。個拜累係咩？冇得拜。我冇啊，我那 OK 啊。是咩？你冇得拜決定。你叫你啦，我成日未記啊！我同你講，佢都我拜啦，未佢都拜講佢哋幾個故事啊，頭先都講嘅啊。哈，你話厝下邊呢？我頭先拜過下邊嘅 ，OK？你話我弟弟看嘢超長，話我弟弟看嘢超長。你看下佢嘅仔對啊。我哋啦，我頂住調啲 Google 嘅地址，我成日按過去嘅。阿咪按咗你仔地址都冇講。講真，你清楚啦，要講佢啊嘛。哦。Juang, sa apa lu tahu siapa apa? So pengen Patron pengen wajib lah. Lu kontak ni mikir. We should meet. Oh, lu di pahai me? Boleh, wa tahu alamnya apa lu? Oh,應該你落厝搞厝正見嘅。係啦，見啦，講先夠啦。有冇人企潮站喺邊翕相？咪啦，講咩？頂住個都白講嘅，我 Google 佢哋是要 S 嘅，係啦，伊講佢哋潮站嘅 ，actually 真正我外資嚇，伊真正我外資會港腔，佢哋潮站嘅，伊港腔對面嘅。我分睇啦嚇。嚇 ？OK。咩嘅？咁話都水未跌，冇拉水嗎？哦。所以係咪都講係你 SS something 應該好累嗬。SS19呢？特別你厝唔敢去哦，係你敢解個？你厝那邊呢？嗰都白啦，你啊，定住是啊，有時到你落嘢咩事咧？bonus episode 時你講，OK，把住短短嚟講，你冇講掉嘅咧。唔係，我冇出咪講啊啦。你講啦，呢度先厝啦嘛 ，OK 啊嘛。呀，冇爽啊！佢 block。誒，都係可以累啊！你講。白紙啊！如果你未做是本嘅成理了，你叫我人見累啊，搞個實得唔啱，你對講。還沒收。正三百。我聽到啵聲。你關清咧就再拍 game， 出去拍 game。我做人破嘅啊！啊，你嗰啲白你做咩事唔使講？冇啦，到時冇 not in the mood 啦。哦。Jadi lah Pak Don't worry. Wow, ready 好selesai。係咪錄未 already 啊？我知啊。我 ready 我。你講你中澳嘅個有。啊？中澳嘅，你嘅中澳啊，甲我上嘅嘛，然後下邊個有告訴我。
把字來講嘅啦，唔知見唔知？裝嘅膠嚟係即是啊？即是裝嘅膠嚟。同埋你 Putu Maya may go？ 哦，對嚟一下，Putu Maya 對嚟啊！哎呦，丘比，嗨！你呀，say hi。你是一定。你呀。你可以一人吹打，joy 啊！叫。哎呀，你看伊袋嘅伊上嘅喎。我啦，只隻姐姐伊上嘅袋到外口。伊胖胖。誒，你個都白路咱當咪講拍生物件，只生嘅破嘅。我真聲啊！又講冇到拜啦，人嘅係咪？冇啦，未到頂咗啦，個春。嚇，等陣，你未決定，有個春決定。冇啦，話講 OK，講破嘅，我去個 gadget 咯 ，gadget 我係 phone、laptop、tablet 啦。有當時想破嘅，本時成個好好物件都唔會。俾線人看就。我俾啦有用啦，唔是叫 pocket 咯。嚇，我咪時常講我冇嘅啫，咪是就係㗎。是講我俾了我電話成個頂到成線你好，特別我個會俾線你好，我係舊嘅未去嘛。哦，你 trade in 啦。嚇。我俾嚟燒嘅。嚇，你個 pocket 咯，that means。嗱。你錄用嘅又冇用嘅啦。你個 pocket 嗱，你冇成款就嘛？你粒是有 wide angle lens。แล้วสิเลือกสิแค่ MP3 แล้วสิเลือกสิ你俾電話嚟做出嚟咧。smartphone 啊，特別就 selective 嘅 smartness。咁冇老師，แล้ว你不是了ตัว gadget 先啦，冇亂嚟。啊，嗰個字行地破嘅物件都是 A 咯。冇啦，motorbike 咪啦。A 咯 ，A 只個我當冇 A 破嘅本啊，特別我當最近嘅冇啦，頂到。最近嘅冇啊，佢掂咗一隻看了是入三百湯是心痛。我只隻，我A 嗬，我只隻啊，算要對阿波嚟講係算只隻上啊。點解我本是 A 破嘅人，我俾只隻 A。你是接不到咪嘛？係我看咗啲 collection，係我看啲collection，我看我 collection，等陣我寄出去報告聽下。嚟，你是你啊叫咩啊？只 Ken？唔是 Rosma，唔是叫咩？叫咩啊？Philippines 啊 ，Imelda Marcos 嚇。唔是，我俾 New Balance 係 limited edition 呀。哦，個 limited edition。那我真冇 understand 人俾佢哋啊，係咪 Kanye West 啊，嚟 Easy 啊，就咪貴清啊。然後我直接叫人 explain 我聽就做咩嘢安尼貴啊，咪是安尼看咗咯。係啦，你講你水破嘅呢？破嘅啦。特別有時俾你笑嘅 collectible。啊，依冇情嘅真係夾包嘅。有人 unsubscribe 啊！你個死嚟使講咗意思。那個係咪 Kanye West？Kanye West unsubscribe 啊！你看 Kanye West。冇啦，人聽到破解聲，咁了人 unsubscribe 掉呀。好個了。我知啊，查某個破嘅makeup 啊 cosmetics。你哋用啲波棍攞啲嘅，喺你地破嘅用淡薄一黑格嘅。哦，喺你破嘅咯。我冇黑格啦，我叫你高卡，未嗰邊咪高卡咯。咁你發擺 foundation 嗰啲卡呀？冇啦，唔是 foundation。moisturizer 你啦。你嗰啲未見冇卡啦，你都未用啊。你話曬你卡一打卡 good 咯。冇啦 ，actually 冇 good 佢，用lotion good 過用下你未見啲卡。你做下啲把蕉嘅皮，唔是做下啲卡嘅皮。我之前你把蕉你是叫咩嚇？把蕉你點咩？mascara。唔是喎。呢個嘅到底係教住個啊？講美甲好啊。講美甲，美甲啊，不止講美甲嘅話題係咪？OK。特別有大波冇嚟啊，嗰度就冇嚟。我諗住你又叫嗰時阿張 makeup， 那講那 makeup。嘿，阿我對佢是哪做啊？喲，就是人你有 makeover， 我係搞到 makeup，嚟係咪 drag？ 哦，哎呦，做下你我看video 計爽嘅。就要做啊？你未使扮我爸爸媽媽啦。你爸爸媽媽教嘅水啊啦，免扮咗啦，情佢話係咗。你未使扮我爸爸媽媽，你實俾你使玩。你先隻對啦，唔是啊？
對，你先啦，先正我能做下你啦，做。OK，你咪做我做咩劍都，劍都，都冇毛嘅喎。你係劍，咩劍都冇毛？你係劍啊！你 A 錯咩 A 好事啊？咪係玩講你 pocket A 啊？咪，等我看 A 好事。睇下我抱起條先。哎呀！你講嘅一個破嘅啊，打波店最近嘅啫，好似個別店都聽住相關嘅。叫咩？有好笑。對頭嘅事啊，要對冚起嚟啊！呀！你啲個別店好似講。個別店啊！我特特知咧，你看到一打你在突破啊，伊假伊行落來啊，呸啊，佢呸出來嘅。我地車那邊呀，一大聲，我跟你講，我真未當下你物件。真啦，我相信。imagine 你換車了，你頭前嘅摩托可能卡，可能伊氹。背得嚟啊！呢邊去啊！你諗配未嘅詞，我定得是唔使配入面 B 字嘅上面好，配嘅是紅菜特堆嚟接嚟嚟。你話是你特別做下一真正尖咩你吹啊？唔是暖啦，我冇配暖，我配上先食咩 B 字 Jerry B 字嘅上面。你話咩咧？我睇我看到嘢啊！我看到嘢。嗱，暫時我破嘅嘢，安尼講，我掂錢一隻啊！我搬嚟這邊先嘅，我 already 掂一隻啊！誒，攞咪講我只想破嘅嘢哦。做咩看我破嘅嘢先看？我看，你看見來看。誒，特別冇咯，我唔是俾你看我俾你看到我嘅 collection 嘅了，我 collection 我有20-30箱啊，唔知邊40-50箱。你一路請緊隻借喎，你食牙間嘅卡先做。個時候都請緊隻借先。冇相嘅了。我當然較少了，頂到時。咩亂呢？誒，最當我背脊是最。邊個都背脊？邊個？看戲啦。冇跟到。哦，你嗰啲看戲啊？呢？哦。我有一箱，我唔是俾學人看，我隔了誒，特別我冇你最近冇你俾一箱嘅學人看啊，尤其是查某就是就有興趣嘅。哦，來，你俾關閉誒，你俾關閉誒。最有興趣去超。我冇看到，來，這邊，這邊。關阿姐啊？嗯。是唔是白色嘅字？我唔是白色。紅鴨我都唔覺就見嘅。紅鴨係咩票？紅鴨。係你撳啦。係咩票？咁撳啦。白色嘅字。OK 啦 ，ready 啊 ，ready boy。來。 Ready。哇！哎呦，你唔係成隻對嚟成隻。真係是你玩清嘅。西北 drag queen 咧，你格格情嘅攰點啊？水啊！你這是對 size 啊？嗰時你咩學不啦？水啊！這是對 size 啊，都隔幾稱啊？咁啊，12號。哇！一路 try 一回，嗰時路咩衫？誒，安怎伊下無花博死咯？OK 咯，那是講無花安怎？要成日即係特別想毛毛啊，博死咯！即係毛毛會有 grip 咩？毛毛有 grip 咩？等陣博死咯！我唔知我冇博過個，特別我講聽，我唔係請過個。我有請咧，我即是 for 我嘅背過嘅時，我係 podcast 啊。我係冇 podcast 就 Ding the Bell 啊，แล้ว Ding the Bell 咧，我有聽。伊 the bell 是就冇特別伊未情關啲嘢，所以我其實講我話所以我較有情關啲嘢嘅，你說我特別去我嘅你 podcast convention 嘅時候，我就情關啲嘢咧，伊情病，所以伊俾一聲。問佢嘅盡機啊冇嘢。
伊買一箱係，伊買一箱是白底上色嘅啦，紅色嘅，然後呢就 Converse 嘅啊，伊買白咯，我買慣咧。喂，阿 John 啊，你佢 adventurous 呢？頭情慣地情間嘅慣呢？我看我唔驚。但我情你看介水就咯。我同你講，我情基本唔敢行，唔得搏死我。我買了時我講，哎呦，我呢塊未情哦，我情啊，我未行路就好啊。你未情啊？你年格咁樣就係不對。我嗰陣時我俾一個未情嚟講下，我講阿布魯實我 wheelchair。而家你卡起嚟就我看。哎呦，安怎行下？安怎行？等陣啊！因為我冇啊，你要去後背啊，從你卡起嚟。我冇啊。自家背。哇！就背。我冇啊。你問食啊，問佢哋超家隻破嘅。哎呀，冇等走咗。哇！我呀。你水嗎？我看到佢到。哎呀，你咪做乜事啊？哎呀！叫你辣啫，辣。Grammar。水，我只想水。耶！你有冇情啊，Miko？對。冇情過。搞試試下，當機嘛。搞屎啦！攞得食沙龍食位置嚟啊！搞試我情白色嘅jeans，有個成個 blazer，你實我等黑色嘅咧。哦，等嘅嗰時啲情啲啦。靠啊！情啲低。哦，但波是個看種尊巴嘅看款呢。尊巴嘅咩？攰啦把掙走水咧。我冇講啊，你我琴日講啲。係咩物件？我冇明白喎。啊，係你叫咪看尊巴係種暗呢，看喺電腦入邊呢。哦，哎呦，別我只 uncomfortable 那時候一啲小眼。我一啲別使小眼，別痛。我最後都係你跳舞嘅大波情曉跳舞嘅。啊，我就是世界啦，我世界。所以嘛，我不靠佢包下，梗係好了，梗係搞。梗好了啊！哦，我不會啊，我驚咯，你看。我看伊看就到正水嘅。我就是世界情，我是一時只暗的成個 skinny 嘅 jeans 啊。只我表現到對我呀，安怎係呢部咩？安怎哦，伊安怎係到對嘅 GBR 嘛？你看，了 OK，了這個是這個淡薄破嘅，本來你我都冇清嘅嘛，平時時。try 過。我是 for 你，I mean try 過去做嗰陣時。特別我未學車啦，安怎學車？哎呀，行去啦，青台行去啦。你講我自己啊，我就是行normal，然後就去做工嘅，特別未我未就 normal。我同你講，我嘅朋友伊嘅車是伊嘅係 Surak 嚟嘅，查某嘅。啊，然後伊車大頂嘅咋，哈，伊嘅車是 Camry 了，伊係啲伊嘅冇地位啊，等你看啊，啊了個了我開出去嘅時，就當時台學車咯。然後等陣講，等陣啊，我後尾經嘢啫，伊同時佢起來啲嘅落邊經嘢，我哋講冇嚇 ，OK， 佢再經佢，你 OK 使行咧，你講。你是講自己車可能偷去是嘛？對心肝。應該是只炒嘅車，唔係。冇人家偷嘅。唔是啊，伊多 loss 背車咧就伊A穩背啊。maybe 冇保嘅車啊，近來保嘅。嗰大200蚊正，看看，若是講係話下面走起走落來，買手搞了下尾係啲車。即係你表較好啦，會查某啊破嘅是咩啊？點啊？車唔是係 A 嘅了，特別伊那邊嘅了 A 嘅了，冇愛，又會冇法冇愛嚇，佢理由咧。一佢就定到係哎呀，比如話我唔知我嚟，我同我叫嚟講，比如話我係車係我就冇破嘅本嚟。冇人制咪見你。比如話我弟弟講嘢車成個一車正解。當佢唔知有啦，我未記，我就估部這啲車，我 last time 對其實部這啲車我對呢，所以我唔知車係正形成咗。定到時你講話車牌先可以叫。我見車係 Queensway 咧叫咩 Times Square 嘅。Times Square 車牌嘛，然後
我邊個叫後尾試過看一個有成啊，伊咪 McDonald 食一個啊，然後是伊食未了呀，你講伊食上班咧咯，咁啦，特登個包得個一包嘅物件，水啊一包，那一包一包，那是伊鞋啊有衫有褲有尺啊，他計我走來啊，然後時候特別我冇邊個我計人食嘛，我冇講食啊 judge 啦，我笑呢。我依家上班撲嘅咧，但冇撲嘅啊！每晚嗰陣時都聽到嘅時候，你一部聽係咪特別？但是你聽到嘅時候，翕就相下揾看你當天車正經咁咗。我經經去叫，跟住8人嘅時候，嗱，即係話。定到咧，就是嚟在話嘅時候，頭整以前頭整個自己嘅茶機，到啲頭整嘅茶咗出嚟。冇自己，我咪講你照機啊！我翕上呢個，車頭整嘅機手機。唔知學幾多粒屌嘅時候。哈，即係學到擺，我今日這邊嗰陣學佢機咧擦掉。哦，破嘅，個物件一陣拍生個物件。破嘅衫咯，界就是安尼咯，鞋啊衫啊，你看。我聽到只我只有一轉嘅時咯，我下隻股啊，我隻股冇買，成日講熟買嘢啊，等我想下。有啦，一年差唔多。嗰個物件，一年。我這物件是到個物，如果冇 stop 嘅，佢哋胖嘅。胖水。哦，你睇下 body spray 啊，還是你係醋嘅你油啊？佢哋都使，佢哋 Bath and Body Works 啊。你哇，接去年我成日可以旁邊掉掉呢，可能俾大頓。你是買，你是成日轉，還是白係到啲 air freshener？本有插頭嘅，本有了前褲嘅，本有長水嘅，本有。你我係話嗰個 last Christmas 嘅嗰有個冇用了。Last Christmas，你未成日講味槍嘅，伊把你味唔很甜咩？所以嘛，一刀會使用幾年啊？咪係咁你照。哦，你都食自己噶啦。哦，冇到，但是學冷氣又會講，誒，你愛哦。唔是先你都嗌我學落去。嚟浪啫。又講到嚟浪啊，我就會去maybe 8月去啊，8月啊冇8月去嚟浪隻 T-shirt 啊。by 等人先正嘅時候，我隻 gathering 等人先正嚇。做女聊天是唔是？一到時都會聊天。聊天教英語啊，冇聊天。然後是到啲人嘅 gathering 先正 gathering 嘅是隔了人就會成邊嚟學嘅衫。Okay。Hi sweetheart。แล้ว我嘅 arrange 看看怎做咧 T-shirt。OK，แล้วเรา成日買 T-shirt 咧，後來就使買一情佢嚟浪。我俾講咩啊？花生不，我未都講你破嘅。破嘅咯，啊個一年啦，買落一箱嘅。就是講你破嘅嘢人。你特別好咧。350個字買㗎了嘅。哎呀冇啦，你羅斯媽咪笑了。你自己咁就咗睇啊！你就是講無講啊，人唔使講你這嘢是安怎？你實際講你是燒只年燒起來喺度冇人 pocket 嘛？你會看你 average 一年買到幾箱嘅？我唔是安尼款，唔知我家己，我是講 pocket 是講買了，根本就無情調嘅，係哪買嚟做咩？特別人講嘢咧就幾箱咧。但是一個月只使買2-3箱哦。哇！一個月買2-3箱，特別這是 normal 嘅。我自己這是 normal， 唔是咩 ？Actually 是 normal because 有陣時你看成新加坡可能伊行業有 sales New Balance，嗰個是 limited edition 嘅喎，按照比賽。看見見買咯。New Balance 我是 wallet 未 balance 啊。但所以我係 balance 是我嘅買嘛，冇 balance 是嘛冇買咯。啲新加坡是唔是真正便宜？點樣嘅 stock 係佢可以出嚟啊？係發貨佢只2-3箱。特別我有新加坡，買買係你 on sale 嘅物件，買買係你 clearance。新加坡嗬，有陣時都特別快，伊免 on sale 嘅，有陣時有 special 嘅是上家講伊 outlet 啊，你去伊 outlet 買有陣時便宜嘅，嗰是新嘅個。
一箱50塊買到。有啊，成多了嗰時咪？我成多了，我把路噶買一箱下咧，New Balance 下咧 Fresh Cushion 啊，New Balance 嗰 New Balance。我聽得嘅 New Balance 有咯。offer 噶啦，一對把路噶成多了60塊呢。條價嘅。offer 是幾類？呢部 offer 是180幾。哇 ！OK， 等，我補充啫。Actually， 那是講你俾一份基本好啦，嚇你俾隻借啊，咁是隨住破嘅，唔是破嘅，你唔是咁樣累了那個破嘅咧就，你講我係講嚇，你借你成日講，你一禮拜，你一年嚟講，你俾咗借隻嘢，你嘅算法，所以人家會明白講，安怎是破嘅冇，但是講你俾。我 already 是到了。箱啊！因為你雖然 average 啊，一個月一箱啊，就是這樣啊嘛。你一個月切派哦一箱，你切給我看啦。冇啦，攤啊 ，actually 我是 already cut 到，我等到我到 Middle East 嘅時候 ，Middle East 嗰邊嘅個真係 special 嗰隻辦意嗬。我對來嘅時候，我算啊，我有差唔多50幾到60對，2年到嚟。你對來就走，而且未because 我跟我 friend 嗬 share container，我啷 share 隻20 foot container 對來嘅了，唔見。but then 哦 ，the thing is， 我對來時候 A 嘅了，心聽歹嘅了，因為 weather 無相。哦，伊是 humid 嘅樹嚇 ，humid 嘅樹啊，一度 container 裏邊嗬，I think 有下咧貼掉，一吹掉，係你係特別有啲膠個撐啊，係特別大。係信。呢個未抽錯。你舊新加坡嘅時舊咧，博嘅時往嗰邊拖 container 出來，兩個對隨處嘛。So in between 嘅時往兩個東邦度係你成個 warehouse 可能往啲水 warehouse 喺到裏邊下邊，你擺到往出就出放出來嘅時候，就顯而看到你嘅嘅咧成個 crack 啊 crack 嘅係啊，啲 crack 嘅咧。跟心聽啊，然後就咁了，真係 special 嘅嘢嚟，這邊除不掉嘅。你結果都係做下你嘢嘅了。唉，有咧掂掉咯，你看到呢隻係冇人情嘅掂掉咯，no choice。我可能都嗰隻情出去行嘛，唔想。想個先至打嚟，即係打。破破。我啲咪都人情嘅。because 嗰陣我到咪喺做工嘅時候，杜拜下邊嗬，真係只半年啊。過嚟這裡半年。佢就開始先。開始先啊！一水過來嗬，只想好水水嘅啦 ，designer 嘅啦，有可能冇夠10個個先贏咗 baby。那時講到隻扮嘢後尾就缺到尾，都是破嘅啦。條啦，你講到另一隻是破嘅咯。把路唔加咧。OK， 咱我俾每大波成啊，讓大波，讓俾一年俾咗一箱。攞你俾一箱。哇！有影無？攞你一箱。有啦，有影是電視機，有影是 radio 機。你特攞你一箱，特我請podcast 嘛係啊，做工嘅嘢啊，可能到3-4箱嘅有得。對咯，你特只搶上隻嘢嗬，伊真臭嘅，你真有。所以講嗬，你講，老闆係啊，你更加好，真正臭嘅卡。咱把咱去 T.A. 咪前個股啊！做工 OK， 來，你嚟問看，你平常時 everyday day to day 穿嘅有幾箱大包？你食幾箱大擺穿嘅？5箱。千拖啊，千拖。包嘅。叫我穿 T.A. 咯，冇普通 office 穿包嘅咯。3箱啊，咯，3箱啊。3箱嚇。有你落到4箱啊嘛。誒，即係就是烘嘅大聲啊，你烘先。OK， 夠啊！你頭邊度你搞係摸南面啊，其實。對，我頭邊對啊，唔會頭邊。對，你嗰有3箱，你平時成個 sport shoe 呢有？sport shoe 當時都講拍片照時穿1箱，4箱哦。4箱你嚟曬一年，你4箱是穿個股嘅咯，唔是穿對鬼節。這是會拍咩？沒垃圾咩？ 你 你
垃圾乜都合格嘅咩？垃圾未洗啊？冇垃圾。冇啦，sport shoe 睇嚟使洗嘅嘛，有係你 sneaker wash 啊。sport shoe 變咗垃圾啊！啊，講掉啦，講掉話題啊！你有時誒，或者講佢實講緊另外一話題。哇！你霎時點正講你咧？冇㗎，你講，Lucky 俾係你 spray 嗬 ，spray 到下邊被掉水，被掉垃圾咩？係你本身我shoe 嘅咧，我 spray 係你，所以落下好得啦，係咪嘅咧被掉嘅？啲垃圾咩？咖喱細啊，你係咖喱細。掉咖喱細啊！我計搞啦，你又講咖喱細。真係算啫，你講扮嘢呢？你係你咖喱細嘅。條咧一罐吧，都冇幾年嘛，會使 spray 這香啊。原來幫我有一間朋友我同佢講，伊前咗一年吼，佢是上新嘅款，可能要用 spray 啊，要用佢哋 spray。特別我冇咩事㗎，上清氣嘅喎，冇水。做咩咧？我俾暑假。我都只暑假我係啊，㗎啦只啦。時陣臭臭啊，老師又臭臭啊。咪上佢呢個泡泡我啦，特別要淡薄成個清貴啊，冇成個講佢呢是 starchy 少少啊冇事。你冇啦，冇講嗰啲嘢啦，是講是可以食啊，唔是白食。我好嘅，即係是好嘅。但我會開。其實前線 A， 你前線 A 是人講係佢醬咧喂。特別可能立大嘅啊！哦，立對。誒，但我講你邊啲學嘅話，你會做什麼啊？makeup 嘅 A 嚇 ，makeup A，邋遢 ，makeup 邋遢乜講佢啊？特別記住得嘅 A。shoes，OK。誒，我講下，我當時我未看大啦，特別我俾每兩個啦，兩講 number 呢嚇，佢講到agak average 呢邊就直情有俾聽下了人啊。OK，誒，應該點都來未？應該點呢？四聲number。我未想這喎。只不過跟翻落。用佢哋，我比較用 Switch 呢 Skype 啊。嚟㗎 Skype。Oh, Lucky Sky tu sila po. What's tapi Skype itu microphone setting mo be yung mo headset ni microphone. Oh. Prefer Lucky Skype menu Lucky audio and video setting. Tapi may microphone ni toggle. Oh. I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microphone and toggle? Because yeah. What be game microphone ni? Oh.你當劍 default 是 set 到咩 microphone？ 我係 Mac 嘅 built-in speaker 咯。哦 ，Mac 嘅 built-in。裏邊呢個 Mac 嘅，所以我較細聲是冇。你等細聲，你等你 triangle 啊，你等你 triangle，แล้ว你睇勁哦。到底 right hand side microphone 你咪是叫你係咪 mic 咯？你要這聲這。pointing down 我睇下有 speakers 係 control 呢，我係經 speakers 呢，我經 speakers 是我係 headset，我未經 microphone 一部號我係 join。哦，唔知咩事。因為別見人能夠俾線嘅話題啊，時間我咪你人啊，你應該當你 podcast 啊。我冇變白。啊，嚟，解釋啫。我成個 podcast 係。等陣你講好去冚聲就 mute 就講好去。就只講好去。係個 call 嚟。mute 就講好去 mute 就。講好去嘅話題你講好話確定嘅講啊，第三話題。你逼咗話題是係咩意思 ？podcast 我成個 podcast 是派師成個 podcast 嘅派師。啊，對啊，對 something like that。對啊，哇雞，數人講誒。podcast 啊，冇人講，其實就是人講小 podcast 就是講，你那是就 wasteful 乜事做 podcast，成個你就成個 email 㗎嘛，嗰陣哈，對，แล้ว你 podcast แล้ว所以我就想講แล้ว podcast 每個細時成個講就錯落，誒。冇聲氣。我就係你撲嘅佢頭啊，冇嘢。啊，我唔知咩事喎，我誒即係啲 connection 啲冇事。你講
講咩？啊，你講咩？講過我冇聽到你聲轉嘅。你講咩？應該點？我冇聽到人講咩啦，因為聲隔起而已。跟住我唔知下面物件破嘅。你猜做咩數無？你看你嘅 video。看你 video 對audio 啊 video 接你 bandwidth。但係 bandwidth 咧借，快啦，我 bandwidth。冇啦，依唔是啦，依度 A connection 就 OK 是依嘅。我 bandwidth 是幾個 switch 做幾個 bit。大條成個話咯。Yes，但係你就是你 download 或你 upload。upload download 上嘅。成個話嘅。symmetrical 咧。Yeah，成個話嘅。Stream is symmetrical. Upload and download no noise 幾個 bit。OK，跟得細細咁咩嘅？直接笑。錄啦。係咩嘅？哇！冇啦。哦。你講成個話呢大條。錯嘅。你頭先我講到係你waterproof 嘅。我想喺梅姐，係你 breaking 嘟你 A 嗬，會使下無？嗰時你真正見 Birkenstock 啊？嚇對。伊內面會使點注意嘛？因為我冇穿 Birkenstock。誒，等陣，我講破嘅個，我冇讓你幾箱，讓一年入面都阿個平。成個講阿格一年嚟講，南邊都俾幾箱嘅，但係我俾車十八OK，開車一年阿格冇一箱，十八部。內邊啊？10箱啊？內邊冇過10箱。冇過10箱啦 ，OK，頂到咧？頂到啊！我唔敢講。頂到咧？但係10箱都買水啊！你 flip flops 啦，買水。誒，水對水。啊！你常拍嘅？嚇，水乜啦？常啦，咁我常拍。誒啦，你隻對啊咩？唔知我行路，隻拍。你插喺你水咧就。冇啊！俾下你笨機攞掉，你可以攞掉。冇插，啲幾箱。你未使水啊？會使水。OK 啊，10箱咯，那邊咯。係咪你個青頭咪水10箱啊？10箱 around 啊 ，plus minus。around 10箱，然後個nasi lemak。我只少買A咧。你買很白。應該冇。我暑假我 A 哦，我買一道嘢大漢加真久誒。哇。然後你是阿個幾箱咧？阿個一年？2箱。有可能。哇！成個我係 flip flop 哦，我買一般嘅嘟誒。嚇！你別啦，大行我都 throw 啊，嘅落貨嘟冇。就冇你俾你唔使俾面 A。你一般嘅嘟嘅啦。一卡加一 A 一卡。我一般嘅嘟我過去hiking我幫佢請嘅，我知道啊。哦，一般無歹哦。一個即即你叫咩？Linda 是講啊嚇。Linda 名咩啊？啊，我冇名個。Pocket 哦 ，Pocket 會使啊。會咧書本。冇書本，冇書本。誒，等陣你冇講啲話嘛？你冇講啲話，咁每個咧就一箱 A，你就是一就一箱 A，就是把第一名就是叫做一箱 A。你講下，一箱 A 一年邊？你俾啊，攞3箱咯。攞3箱，就攞3箱。我把它叫3箱 A 咯。攞3箱嚟咩？攞3箱，攞3箱。攞3箱，我考慮機會個，你話啲都嚟 join 嘅時候，我考慮機會話呢邊啊。OK，攞3箱，แล้วก็我ไป每一件事對咧咪？哇，差不多我間係2箱，我差2箱。哦，你少呢 ？OK。แล้วtesting 1 2 3ผู้กี่บ้าง有你話掉咧？呀，我 order 了。你冇帶 triangle 嘅時候？冇唔是，
會 look 特別 alter 啲嘅 Mac 嘅 settings 唔是啲 Skype。哦，奇怪，哦 ，maybe 是冇新嘅 version of Skype 嚇。唔錯啊。OK，แล้วปุกี้幫白幾箱？一箱。你一箱 OK， แล้ว先正係時間俾好。對。開車。我冇對，我講一年可能冇一箱。Average 半箱啊，你買一瓶呢？多瓶啊，只瓶。我一年買一瓶。一年買一瓶啊。你寫過，唔是，一直未歹嘛。係啦，未歹啦，是 averagely 啦，那是講。開車係咪荷包未 balance 嘛？哦，對。冇睇咩 New Balance。八折啊，伊荷包冇俾物件，八折。伊覺得老學伊冇俾。伊冇20箱嘅啊，真係。你每看，你包係買 average 你幾箱？你唔敢講，冇你錢。冇啊！冇你最驚就你講了。你講啊，等隻拜伊冇聽就冇講，我一年買20箱啫。咩？講一句好啊！你好知啊！這個咧，這個不都買啊？我一年啊，對少攞3箱啩。你這攞3箱 OK 嗎？一年啊，看啦吧，有時間有小數可能較濟啦。幾箱啊？我就你。哎呀，水3箱啦，水3箱。3箱。貴啲睇啲啊，滿少少就。少食時間嚟拍水啊！是 problem 啦，到時我掉褲。你看，有陣時我嘅拖鞋歹掉，今日即期 cotton on 攞箱 slipper 10塊呀，攞箱啦。好啦，就先嚟水咯，就先嚟看水咯。你cotton on 你冇水，就係你係啲車 stand by，OK？哎呀，咪 cotton on 係咩物件嚟？你只扮嘢嘅 brand，只 cotton on 只扮嘢嘅 brand 嚟。cotton on 啊。Ketupat lo yang average jenis. Ami siang. Oh A mesti motorbike ya. Mana? Uca jenis no something. Uca no siang baru practice minimalism mah. So noni labin siang no siang ya lo. Noni siang no siang. Okay. Noni labin. 你講開車差唔多嚇，開車差唔多。我哋都。做工嘅是真少派 ，because 你知我買一個 brand 做工無情嘅，真正會打閒嘅。我意思依家貴吧，伊有影會打閒咯。所以迄個 probably 我捌穿個多無4年咯，伊當唔係4年。哇，4年啊！好飽。Other than that，你sneakers 啦，你 probably 有3-4箱個月啩？有，冇濟啦。一年買3-4箱嘅 sneaker 個冇濟啊？ Not really。actually OK 咧，因為 sneakers 如果你當到穿有件來用穿咗件來件嘢去 run 嘅話，應該是會 wear off 嘅啊。哇！你話俾一年我特啲做工錢穿嘅，我一年買 maybe 一年一箱做工錢嘅，我 sneakers 啊。那會拖呢？你看你買行嘢，你去買你實價好嘅，而且會加當價貴嘅。誒。我有一碟啊，但係就住是查某婆嚇，你會穿嘅，你穿會拖嚇，穿拖你硬掉就你講嘅啊。你在攞買落地嘅時，成日買嚟美國家啲嘢上面落地嚇，你係插到地底啦，到底一底會一直掠會嚇，你個塞落去，明咩？未咧，我係不跟 stop， 我穿咗4年，伊行嘅 snap 咧冇吹冇咩嘅，4年 OK 啦。誒特別好，我穿過物件，借過一年或2年。我都叫唔知做咩嘢，我唔懷疑。但是啊，成個查某成艱苦嘅，你穿阮去做工時無相會，你穿褲時無相會，無穿褲嗰時無相會。特別是打嘅，你知道？特別是有時當穿嘅冇咪穿下掉，伊個個硬派。係啊，正係你特別特登穿啊！我穿嘅冇穿嘅派。我就想穿拖浪落去啊，浪咧，咱唔知你硬掉嘅咧。我就是 J Crew 嘅
我这有人嚟，唔是有人，我講聽，我在這年啊，我到底 J Crew 俾唔知上 sale 啦，什麼我叫我俾走，我隻股冇去 J Crew 啊，咁我同見過情調股就，所以變出面情場都是情係一樣嘅啊，我講差唔多有8年還是10年啊。今日早起啊，我甲去看拖 A 呢，看你貴嘅拖 A。嚇，都貴是貴。冇啦，你貴嘅 brand 嘅啊。哦，係咪貴？係咪 brand 是貴？有冇？嚇？唔嘅，唔是啦，小妹。誒，不知啦，講，我未看大啦，我不知 A 是啷個講，特別我梅魯第一貴是上嘅 A，你不買就最第貴嘅 A 是就最類。Malaysia ringgit 所以。Malaysia ringgit 啦。啊。假人，等陣我係馬虎話，未使講佢。對咯，未使講出來咧，即係唔驚。係人啊，上我人。OK， 等陣老掉啊，講 episode 時間講。OK， 這禮拜咧，當叫就講個一邊成啊溜掉人咧，那是你頂一禮拜未去看咧，還是冇點先看，即係等一邊看頂一禮拜。所以咧，一邊就邊就 subscribe， 但是你 subscribe 你訂咧，係我到有新嘅 episode 時對自己notify 你啦，個有陣時你訂入證。但係入證咧，呢個通知你話很重要事。OK YouTube 嘅人，拜拜。你嗰邊咧學嘅聽眾特別我未 sorry 講唔對，時間唔對啊。我係特別嘅邊隻禮拜就只看到是我哋度啦，個都拜拜。我都putu mayam啦，開車啦，個有puki pong pa 啦，個有哆來咪咯，個有羅沙香啊，對，個大粒包、大粒包，แล้วก็雜貨包啦，個有辣絲勒麥啦，個有英國醬加大粒包，拜拜，阿龍嚇，拜拜。哎呀，真係死死啊，我係想。即係羅沙香是掉啦，哦。啊？羅沙香是掉啦。可以咩啊？雜貨包都買到，雜貨包咪都未見。明。真係會 offline 個。琴聲。你講，你每啲 A 到邊咧？唔是，但係我係儲嘅。YouTube 人 sorry 佢就到這邊頂住禮拜咧，整 subscribe，OK， แล้ว但係你整，即是話阿仔，即是話阿 boy，hello boy，good boy，OK YouTube 人拜拜。YouTube 人到底嚟啊？到底嚟？